强力嘅生产水透過磁通噴水器，前有節奏，一片又一片經歷，為搶色嘅茶樹泄水。喺開發2000公尺嘅台二嶺，就算熱跳動力，不過打造嘅空氣度，還係有冰冷嘅感覺。三國5年之間，來自花蓮吉安嘅榮先生，栽培照顧兩片高山茶園，就為20年嘞。當伊不論天氣係好係壞，溫度係高係低，都將茶米當作生命享用，非常用心照顧，所以對台二嶺茶其實係青沙皮。呢度賣茶呢度，我講嘛，現在學個茶葉、個農業啊，安度摘起來，學這樣啱甜啊，都甜嘅。啊，佢食啲嘢，佢內行嘅啲嘢，啱到啲嘢清甘啊，我回甘唔會澀，唔會苦，哦，按到呢度啲嘢，馬上錢就先拿出來啊！此外，其實入去就上來買，顯示高山茶對有機嘅天然環境度確實有挺出水準。不過，倆通體嘅性質，受天然倆幾年地球暖化、溫度變高，出現連鎖嘅嚴重天災過後，面臨嘅唔是有嘅考驗。10個月內達擺落台水，台灣地圖就會接受3500嘅災害，從冰山奶沙江到河壩變鐵，甚至滅村，傷害100比100倍。所以，對當心痛嘅檢討過後，政府決定全面實施國土復育，全面做好水土保持，希望將大自然恢復原當嘅容額。盡量莫個發生冇辦法補救嘅傷害。不過環保變現最重要，甚至係唯一嘅目標時節。了到喺高山等開墾加新鮮嘅農作物，不論品質結集、價值結果，都開始本當作壞東西。所以包含用高山茶、韓國高冷蔬果、出名嘅台二嶺、老李山了到提起在內，適合愛並不強認定破壞水土保持。每回國土復育嘅國有林班體都盡本一地修轉去。啲大概都年紀已經有67歲以上啦，將啲下山喺中下度落去見到人還有毛福卡，平地都毛福卡，中下度人都個人好用個人嘅生活。眼皮外本修轉林班體嘅農民，煩惱難擺冇辦法繼續耕種，唔啲外用班。不過總講山體保育已經係世界潮流，經過幾擺嘅協調冇結果情況下，林務局呢下已經用法律方式全面強制修轉部分林班體。不過開墾呢幾太平山啦，不論係錯又係唔錯，總講唔係短短幾年，又係輕鬆就做得完成。農民呢下是希望喺未有哪一種方式，唔好眼皮落幾條腳走。我們知道他的都是對國家的是政策是，就是很盡力在執行，也都是出於好意。但是農民的生活或者大眾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。例如說，給我們一個退場機制，我們已經在談了嘛，6年9年。看怎麼樣做，我們是絕對配合政府的，因為政府的政策也是很有道理，也對大家都是很好的。可能係保護環境，冇時間學定下去，或者係煩惱老農民冇辦法講好些。林務局老相關單位還係決定就法令修轉林班體全面處理。不過貴聲音有一半時間都對山黨嘅農民建議政府考慮混合處理。其實要提求。本來安尼農民，所有民眾都生活都提求淡薄嘛，農民咩一份子啊，安尼咩希望講政府嘅政策既然按容性，大家就來配合來合作。難道唔講了造林木然後了農作物啦、果樹、茶樹，就共同本地成長了兩全其美嘅事情嘛？希望政府本來都配合造林，了去配合，叫種到條安尼，就咱講，因為都8條，我就都8條，1000條嘛種，種好價是講。分3年，意思講3年復育期，然後過了3年，可以慢慢管理，那就農民全面配合到說成樹成長大條的，那比如講你要到茶樹啊、茶園、果園、雜體的冇法度
建法，安尼就很自然，我们就转那山下。农民讲爱护环境，傻傻有责任。既然政府爱操林，希望有几条现状，农作物对操林树的变态，影响养分没办法继续生长过后，农民自然就会退出，甚至之前先来签约提出办法，几条都愿意配合。伊要做林，咱遮的农民来甲做林，也互因慢慢专业，经过看是几年，大家听我讲嘛，大家派人来检验，唔听话，咱甲收掉，算讲甲遮的树大丛，互遮的农民豆豆来专业，豆豆算是毋是两个民双赢，政府也免阁开这条做林的费用。行路掠片为在台二两3派档，头摆农民飘来种抢菜果子，掠下4寸几片粗浓浓的林板地。当地居民讲，5、6年前本秀转去确实有粗林，不过看一下掠下的性质，对水土保持、天收结态，真紧不应依附。造林地造的这样，造了6年了。造6年这样子啊？哎。它都有种树吗？有啊，有种，但是都没有核啊，都没有核都没有几颗啊，你看呐、像这啦，这讲啊做林啦，这拢死去啦，唔是讲咱干那景尔，这嘛拢死去，包括这丛这嘛拢死去，这都完全拢总无啊，认真伫要找有啦，这边一丛，这丛都已经叫草红甲要死要活。你看这丛啦，这种落困头瓦啦，那搭档也无甲压水啦，草旺起来也无甲喷啦，这种的到尾嘛是死去，这拢打去啊！你甲看。俺你提到政府做林结田甲性质比5倍做林较好啦。5倍做林去做1年当落一排，粗的创价叫咧噗噗啦，咁啊时刻，你咁样看到个树按石条就个，咁啊看到个除草机落去就扑退去，那么又没管理。按照规定就发包本厂商的这臭林，同时呢，那个臭林马上收缴呢，马上就臭林的那一讲个有林木有枯死的情形呢，厂商也就合作办补植的工作。强制收转国有地，甚至多体简单农作物，目的系为了爱草林保护山派。不过系讲种类啥么好好照顾，树儿就会掠下安样嘅用儿。汉人一片掠到强用，因为强制收转嘅政策，引起而消失嘅老林果树，农民很难无奈何。种咧，嗰边讲按太头嘅树捉来捉批花开始种，咩冇按夹啦，按系照顾起起来嘅。已经40年也做，叫作弊。那水土保持嘛，做懂好。太树作弊，种细树无按夹嘛。按作弊时，迄咩落太热时，那泥土更会容易流失嘛。因为法令认定问题，唔系草林用嘅果树，尽可能伫收转地土通时就冇办法继续留年。也对农民来讲，确实甘心当动干苦。台湾高山嘅风景非常正，相对伫遐为种出来嘅果子也系差米掠到，品质也系一等赞。不过，受到了大量开垦嘅同时，眼但正嘅山派地可能价格也受到影响。不过，也环境到农产系咪做啲同时来顾到呢？草林已经系全面强势，高山地区嘅农民其实也都做得了解，甚至愿意配合。不过因为果树嘅补充金，或者系咪做得个加重纪念嘅问题，造成官民一切讲唔妥。不过困境既然暂时冇解，用人决定积极面对，让实际行动跟有关单位相信，混合草林系两片好嘅最赞方式。像咧。石头个种到像安插梁咧，做个咧石头嘅引线，这石头就插做个应该冇动到啊，放粗就两放长，一头放高放好长。
按抬头了就从了先，从了头，吼，按抬头，吼，从了都唔会影响到俺插树，俺树还没去按抬头啊。日头，熱天搶色，冷天見風嘅拍果。雖然很適合日間應果，不過啲倆個害怕嘅三派鐵，天然產米強下新種通識，不論看獎也係對環保都證明用心嘅農民很係唔會少。喺目前，你也係見到最重要嘅要求咧。按你山東啲理想地區大家嘅農民啊，實在真有心啦。嘛向盡量配合剛剛的政府吼，來造林啦，哦，所以說我這次造林一開始他公布吼，我就開始做林啦，你就停煙的，平安煙下個，要用心啦，唔係講你唔係從我本身講，係披着羊皮的人啊，用心啦，實在是健康的嘛。農民目前佢有造林，也有農作物都該哈，也有果樹、有茶樹嘅，個造林成功嘅範例當多啊，林務局一本。農民，我相信農民，造林一定要成功。如果造林不成功，雙方面來契約下好勢來。如果造林冇好，我就馬上收回，要大家做得共同來法院來認證。因為今日提出來個問題呢，個時機已經過去了。個之前他這個有個意見的是94的是呢，現在冇統計嘅。同時呢，到民國97年的是。在農委會都已經有做政策來採試，什麼統計講混合造林。在國土保育嘅政策下，主管機關嚴格進行授權林地全面除林，對高山墾農來講，當然係非常大嘅衝擊。不過，提供重建山崖橋河動態上，實又唔希望個平靜農山冇睇通識。而樣本像係某種隨波殺手個人搶財，或者某種危險破土耕種嘅農民，做得廣大不安心情，韓國有機會順利轉型，甚至配合政府除林，得到兩邊都讓局面，正抗壓也得提圖等所有嘅人。